来看南投水里乡第3年的游神节，今年扩大举办，特别安排精彩音乐的古早的表演。水里抓游游子，希望讲会使打造游神节变成水里乡重要的文化庆典。水里抓游第3代和第4代游子，带社会居民、各民众做伙展开游神节的祈福路程。 那我们也借有这样的一个摇神祭的一个活动呢，其实我们也是让我们的一个不管是在地的青年，或者就是说返乡的，或者是从外县市来的青年呢，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。今年水里抓游陶艺文化园区扩大举办精彩的文化创新表演，展现出愈在地、愈国际的文化内涵。 我们逐步的从一个蛇窑的一个小点，慢慢的第2届再往外延一点点，今天呢就完全移到这个户外来哈。那希望呢能够跟当地的人能够结合在一起哈。希望打造出游神节会当变作水里乡大年重要的文化祭典。